Yo，我係石玉秀。今日我同齋姑喺上海之旅去咗一間傳統老店老吉士酒家徐匯店。呢一間喺上海非常知名嘅本地餐廳，而且歷史悠久。餐廳嘅菜式係以傳統上海菜為主，口味偏甜，醬香濃郁，完全表現出上海菜嘅經典特色。當日我哋去到餐廳，啱啱開門，店員問我哋有冇訂位，我哋話冇。好彩，仲有門口一張2人台，其他全部都已經有 booking。於是乎，我哋好快咁點好咗菜。首先送上第一碟係熟醉蟹，濃厚嘅玫瑰露加花雕酒拌一隻熟蟹公，酒香濃到不得了，未食都令到我有垂涎欲滴嘅感覺。再拆開隻蟹，蟹膏滿滿，每一絲絲嘅蟹肉同埋蟹膏點上濃郁嘅花雕及玫瑰露酒。雖然我唔係喺當造嘅季節食，但都覺得鮮味十足。蟹肉鮮嫩無比，而且蟹膏都頗為豐滿。呢一碟頭盤唔錯。跟住呢一碟係泡椒花菜，齋姑話啲花菜煮得好有口感，唔太腍，味道亦唔覺太辣，可惜就比較油膩咗一啲。接住呢款係涼拌茄子，茄子烹調嘅時間好好，食落唔覺得太腍，而且味道正常，亦唔算好油膩。呢一碟我個人覺得做得幾好。下一碟係葱油拌麵，麵條質感唔錯，有咬口，味道調校都好好，唔會過鹹，唯獨係比較油膩咗啲啲。呢一個係腐竹腸蘑菇，顧名思義材料係腐竹同埋蘑菇片，味道齋姑話調校 OK， 腐竹做到食落唔覺得太腍同埋太碎，好容易夾到嚟食，蘑菇片就正正常常。總括呢一碟菜少啲油就更加好啦。呢一鍋個名叫醃篤鮮，呢一個係傳統上海菜嘅湯品，材料有豬腩肉、豆結、冬筍、萵筍，湯頭味道就頗為鮮味，但就冇乜特別。呢一鍋個價錢係168蚊，配上上述嘅材料，我個人就覺得略為貴咗一啲 ，CP 值就唔高。今餐我哋總共食咗450元，由於我哋只係2個人，就冇點到呢度嘅招牌菜式，例如紅燒肉、蟹粉豆腐、醉雞呢一啲。但我睇過好多其他人嘅食評，都話味道會偏甜，可能因為我哋點嘅菜品比較清淡，就唔覺得有呢一個問題，只係個別菜品比較油膩咗一啲。總結餐廳環境同埋氛圍都保留住老上海復古風格，服務員嘅態度親切，而且對菜品嘅介紹好詳盡，唔怪得深受本地人嘅喜愛。缺點就係價格偏高，如果價錢可以平民化啲就好啦。今日總算體驗到傳統嘅上海菜。下集我同齋姑去陸家嘴一間可以睇到黃浦江黃昏亮燈全景景色嘅餐廳 Eat and Work， 密切期待。今日嚟到呢度先，大家記得訂閱、點讚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 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